玉帝，菩提老祖送上贺礼为您祝寿，请玉帝为菩提老祖赐福。菩提心怀大慈大悲，朕愿为之加持，赐予其智慧。赐予其无尽善念。万物有阴阳，智慧善念皆为阳。你可愿加些阴霾之气，使万物遵循平衡之法？谨遵玉帝发旨。一点点就好。加点什么呢？煤气如何？一点点哦。没事的，你最近只要不轻易下凡，应该就没事了。没事，大不了多倒霉一点呗。玉帝，嫦娥仙子已经备好了新酿的仙酒，恭候多时了。快，朕要为仙子赐福。拜见玉帝。嫦娥仙子，快将你的酒分给众仙家。各位的酒杯可装不下我的美酒。仙子，那你的酒在哪里啊？仙酒就在那里。不过，臣最近酷爱鉴赏名剑，久闻陛下成仙之前所持紫青宝剑法力无穷，臣想一睹其风采，再呈上美酒。好酒，没问题，快！那是什么？好像是弼马温。什么弼马温？就是上次您喝多了，赐给花果山一只石猴弼马温的职位。哎呀，我真是太糊涂了。天将，给我拿下！上！
玉帝，这玩意儿真的没关系，反正这个弼马温我也做够了，你玉帝的位置更适合我。我让你出来呀！你一个玉皇大帝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美猴王才不稀罕呢！我要做齐天大圣！呸！你还美猴王？你一脸猴毛哪儿美呀？你就是把毛都剃了，也没我高大威猛帅气。玉帝，你这注意地位。这只妖猴，他觊觎玉帝之位，触犯天条，天兵天将，快接纳他！好久，好久。他怎么了？启禀玉帝，玉帝。此酒非同一般，他恐怕是喝多了。恭喜玉帝，用一杯酒就击退了妖猴。哼，不能让妖猴继续为非作歹。天兵天将，继续通缉他！没想到这里这么多人呢。玉帝寿辰，在这昆仑仙山下沐浴彩虹雨，便会一身好运，自然人人都想来接受洗礼。哎，你们看，有人在发起小风。
事吧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唉，不用法力，确实有点费劲。姑娘，这绝晓峰岩壁陡峭，据说没人上去过，你何必为难自己呢？因为啊，我要重收覆水。我没听错吧？这姑娘说她要重收覆水。不能用法术。据说这彩虹雨就在这彩色云之中，在经过绝晓峰峰顶的大树时，会有片刻凝结成云。只要将其收集起来，就如同重收覆水一般。但是不久，云朵散去，彩虹雨便会倾盆而下。仙童说，天蓬元帅约我到此，可有什么事儿吗？天庭这么大，仙子却偏偏走进了我城堡的地方。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你这磨人的小妖精，总是这么聪明。我可是仙子，你居然拿我跟妖精相提并论。听说你最近酷爱鉴赏名剑。对啊。这是我从品鉴堂精挑细选出来的10把名剑，今天你不看完，不许回家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走了。哎，干嘛呀？给个面子，多少看一眼再走啊！哎，仙子，
你是第一个敢对我动粗的女人，不过我喜欢。哎呦！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好了，乖，我们继续看家伙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打我干嘛？我好容易找出个剑，就让你开心一下嘛。你干嘛打我呀？就算有再多剑又怎么样？我要的只是玉帝的紫青宝剑。为什么呀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位姑娘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混账妖女，你自己做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口有点渴，喝点水。哎，喂，你住手！你也要喝？我杀了你！等一下，姑娘，我知道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但是请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负责？我昨天好不容易登上绝晓峰，我准备利用彩虹雨来覆水重收，结果呢，你这么一只大猴子天上掉下来，把水全都弄洒了。我今天早上好不容易又采集了露水，准备再次覆水重收，你给我把它喝了。就这些？就这些？你还想要什么呀？我懂了。就说因为我坏了你的大事，那你说怎么补偿吧？补偿？覆水难收，我好不容易想到办法完成这件事，结果你呢连续给我捣乱。好了，现在我完不成3个难题了，我也得不到紫青宝剑，你说怎么补偿？什么3个难题？什么紫青宝剑？是我樊台一只妖猴，你怎么可能知道紫青宝剑的秘密？那你倒是说啊！我大圣无所不能，何况3个难题了。休息。铺垫差不多了，该提借钱的事了。哎呀，借钱何须套路，上前阵啊！原来你这么费尽心思的酿造仙酒，是为了跟玉帝交换紫青宝剑？没错，紫青宝剑能辨真情，虽然只是传说，我也想试一试。你想问什么呀？我只是想问，我是不是只能永远独居在清冷的月宫，再也遇不到我的真爱之人了？你看啊，这个人世间的缘分呐，就是如此的神奇，牛心插柳，但却百柳成荫。你想找的真爱之人呢，其实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说你是真爱之人，我可不信。更要把紫青宝剑找来验证你一下了。还验证什么呀？这是怎么验证啊？哎，再说，你现在仙酒都没了，你拿什么跟玉帝换啊？你说的也没错。你我虽然都是神仙，但也无法让时光倒流。还说什么真爱呀？大家都是神仙，所以才般配呀。仙子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哎，仙子，时光倒流。我从小啊就坚信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踏着七色的云彩，身披金甲圣衣来娶我。依我看，这天上天下盖世英雄只有我一个，还有什么金甲圣衣，我那儿多了去了，我都不稀当穿。你能不能赶紧说那3个难题？连3件难题都不知道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盖世英雄？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我不知道？是这样的，
玉帝呢得道之时，曾挥动神剑斩断了情丝。这把神剑啊，正是紫青宝剑。紫青宝剑呢，因此就通晓了天人魔三界所有的情爱之事。现在啊，插在离恨天太虚幻境的青梗石上。我只要得到紫青宝剑呢，就可以知道我的意中人在哪里。可是必须要完成3个难题，就是覆水重收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，而且不能使用任何法力。哎，总之啊，只要是完成了这3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了。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完成这3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里。不是这句。3件难题，覆水重收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。也不是这一句。玉帝得道之时啊，曾挥动神。没错，就是这一句。这一句？这句怎么了？这把剑是玉帝老儿的。对呀。所以我帮定你了，只要是能够奚落这个玉帝老儿的事儿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你说的简单，光是覆水重收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够难了。我好不容易才想到用彩虹雨来完成，结果呢，被你给搞砸了。现在啊，我都不知道彩虹雨什么时候才能遇到。得到紫青宝剑真的很难啊！重收覆水，交给我吧。我家花果山呢？你家？你家怎么能重收？喂，哎，请你的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这些？你早说呀！花果山物产丰富，什么没有？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这儿没有的。我早该想到了。你就是一只猴子，你怎么会明白我说那些呢？好啦，你现在也回家了，我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啊。不就是覆水重收吗？有什么难的呀？跟我来。喂。好漂亮！你是说这儿可以重收覆水啊？没错。唉，不愧是个傻猴子。这儿呢，瀑布虽然好看，但是紫青宝剑要求的重收覆水呢，不是什么水都可以的。你怎么就知道这是普通的水呢？你看这个瀑布的造型，每天哗哗哗的往下流。像不像是有人在上面往下倒，每一滴都不会重复？真的是太浪费了。那好，来都来了，怎么也要试一试。等一下，地方呢是没错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再等一等。等什么？来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老朋友。等会儿再跟你正式解释，先办正事。
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儿，对吧，小李？哎，我听说，天界的龙门呢，每年会在特定的时候开启。这个时候，只要越过障碍跳进龙门，就可以变成真正的飞龙。以前我只是听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好啊，小李。你别看他叫小李，他可是在这跳了好几百年。哎呀，大圣，女孩的年龄是不能说的。这一下，知道大圣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了。逾越龙门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努力向上的过程里边呢，就算是瀑布急流，也能溅起水花。虽然水花少，但是却很珍贵。这会儿，你知道我说的没假了吧？假是不假，不过小李游一次都已经精疲力尽，你要是用这种方法呀，挤满1瓶，根本不可能。想要成为龙的，可不止我一个哦。现在看你的了。众生听闻一佛成，心生惧怕，怕的就是佛道长远，路途艰险，而不想亲近佛道。想要彻悟成佛，只有用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。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悟，失于本心。若能转悟，则同如来，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。于一毛端，便能含受十方国土。佛陀，太白金星来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玉帝何事？凡太白金星前来。花果山有一石猴，有些本领。玉帝曾召他上天庭，封为弼马温。谁知他嫌官小，竟反了天庭。自封齐天大圣，这妖猴神通广大，众天兵天将出马，也没能将其收服。如今这妖猴已逃离天庭，势在紧急，因此玉帝特请如来相助。齐天大圣，这个成精的猴子，胆子实在不小，妄想夺玉帝尊位。在座诸位，你们都听到了。可有人自告奋勇去擒那猴子回来伏法吗？谁去也合适呢？此人选也要谨慎啊！此去必须将妖猴一举拿下才行。正是，不然岂不是更加的助长了他的威风？阿弥陀佛，其实睡觉也是一种修行。这位是我的二弟子金蝉子。阿弥陀佛。既然如此，捉拿妖猴的任务就交给他吧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
拜托大师了。大师既然是如来所见，想必定有一身非凡的本领。只是那妖猴凶狠非常，大师千万小心。我这就回天庭回报玉帝，静候大师佳音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什么豪子？你静候什么佳音？哎，那个谁呀？你慢点飞呀，很危险！师傅，刚才弟子在修行，没有听清楚你们在聊些什么，可不可以再重复一遍？金蝉子，你速去速回，让那猴子趁早皈依我佛，莫要一错再错。人间这么大，我去哪里找孙悟空啊？哎呀，不过还好啊，太白金星给了我一张孙悟空的画像，长得真丑啊，有道是路在嘴边。呀，还是挺干净的嘛。尊者好。仙子辛苦了，这是您和紫霞仙子这几天的薪水。尊者太客气了，我与紫霞此来为的是修行，怎么能拿薪水呢？仙子，是我措辞不准确，不应该是薪水，只是些补给。那就谢谢佛祖了。请问这是我跟紫霞2个人的吗？是的，这是2位打扫长廊的记录，可以以此分发补给。敢问尊者，紫霞怎么打扫的这么少啊？哎呀，你跟紫霞身形接近，会不会是我记错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确实好像有些日子没见到紫霞仙子了。好你个紫霞，竟然敢留我在这修炼，自己去玩了！仙子息怒，这都是修行。你来此地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平心静气，不要让自己更加易怒吗？废话，这就去把这个贱人抓回来！所以，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打扫了吗？可是钱你已经收了。让你这么试试看，哎呀，老爷，没钱想吃霸王餐，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啊！滚，滚！大圣救我！齐天大圣怎么拽的？这6耳猕猴厉害起来，吓死！这位好兄啊，你先不要生气些。刚才听你说到齐天大圣，你是不是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在什么地方呢？不认识，不知道。那么生气嘛？虽然你们2个看起来都是同类，但是好像你并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那贫僧告辞了。等等，丸子头，都在讲这个齐天大圣，这货是谁呀？哎呀，他好厉害的。他跟你一样呢，是一只豪子，他叫孙悟空啊，上天下地无所不能啊，连天兵天将碰到他都要打几个寒颤。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事情呢？孙悟空？他不是花果山上那只小石猴吗？一个香蕉，他现在发展的这么好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是他一
定落叶归根的。离开天庭之后，应该就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花果山。我真是出门遇贵好啊！